茂海邊大馬路運順新村朝早發生火警，擺放喺走廊嘅雜物懷疑俾人縱火燃燒，2個住客吸入濃煙不熄，司警暫時列作縱火案處理。大廈嘅居民陸續疏散到街上面，當中有小朋友同孕婦。有住戶話，疏散嘅時候見到單位附近冒出大量濃煙。我哋朝早起身啊，聞到好臭咯，白煙咯，有啲白煙，即係我聞到，即係聞到一陣焦脆咧，聞到好臭，我咪裝下有冇火燭啦，同埋帶個孫仔落嚟。我一開露台咧，我哋個露台啲黑煙都升到上嚟啦，跟14咯，跟住我哋咪走咯，走到落樓下，由樓梯走到嗰個5樓嗰度啲煙攻入嚟啊嘛，想走翻上去。現場係林茂海邊大馬路運順新村其中一個單位。司警話，朝早大約7點鐘，其中一個樓層有住戶睇到一張擺放喺走廊嘅床褥燒着咗，於是報警。經初步調查，燒着咗嘅床褥係其中一個單位嘅住戶因為裝修而將床褥擺放喺走廊，而由於起火原因有可疑，司警將案件列作縱火案跟進。事件中1男1女分別吸入濃煙，唔舒服需要送院，但係冇生命危險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曉琴報道。